真谛菩萨所讲到他的报身，到这里报身，他这个是讲非常的什么呢？非常说，他在讲到身有无量，他讲到无量这个是讲无量，无量也是在佛教界里头讲无上的意思，他没有人比他更那么的一个光大须菩提就比如了，须菩提譬如了人生长大，这个人生长大呢，因为他就刚刚或者讲他是感报，他虽然是感到这一种无量相这无量相的相正谛菩萨的无量相，他也要离相，他也不可以执着，为什么？究竟无我，因为什么？因为或许刚才讲的，正道全教菩萨，他才为什么？他才还有这种东西，为什么？他还会再执着，因为他还没有正式已到圆满无缺，他还会有一点点的执着。但是你们要了解，在佛法里头有一句话：你心有一些些，那你就有些些；又有一点点，就一点点。所以因地是果还生的，它是丝毫不离的。你种什么因，你起什么念，它是一个不离不弃的。所以你生了什么心，就是有一个那个东西在里面。但是佛陀在叫一声须菩提，就用比如感报离相，他是讲这个问题，或许就直接跟各位讲说，他是一个在讲说正谛菩萨，正谛的菩萨在讲的。比如人生长大，须菩提，须菩提世尊，须菩提讲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因为什么须菩提佛陀讲，比如人生长大，不给须菩提，不给佛陀讲完，那直接呢，那须菩提就马上接，因为须菩提就马上接下去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第10分的时候，这一段话已经都有讲过去了。这一段话，庄严佛陀分在第10分的庄严佛陀这段话讲下去了，所以须菩提很清楚啦。所以他不等佛陀讲完，他直接讲到说须菩提世尊，须菩提这个是须菩提，就直接讲世尊，对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尊称叫世尊。你如来说人生长大即为非长大，即为非大身。你说这个大身不是一个大身，即为非，这个非这个非我们一定要解析这个非，即为非大身即非什么大身是名大身，这个也是三谛道学也就是佛祖在讲3年句三谛道学。你讲这个大身即为，这个是缘起，这个缘起的大身，不是以它不是以真正的所谓的清净佛陀的法身。你讲这个大身即为大身，你讲这个大身只是一个庄严的报身，这个谁能够看到？当然，这个如果能够正谛的菩萨，那正谛的菩萨他能够看到，他能够了解。但因为什么？因为他还了解全教菩萨，他还有一点的执着在里面，所以佛祖就拿了正谛的菩萨的报身来做一个比喻。所以这里或许有把它写出来人生长大是假借譬如说了须菩提深深的觉悟法身无相的意趣，故马上说人生长大只是一个即为非大身只是一个假名的大身而已缘起的一个假名那譬如人生长大，就比喻佛陀讲到这里，就深解意趣，没有等须菩提没有等佛陀讲完，在这里因为到须菩提到第14分里头，须菩提闻受是经，深解意趣，体炼乐器，而白佛言：我说的如是甚深我从悉得慧眼，而为闻佛陀如来所说的这么的一个道理。所以在第14分里头，
须菩提就深觉意趣，一语归去了，就了解到这么的一个道理了。所以他没有等佛陀讲完了，他马上去接到后面两句话，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数学老师他在讲数学，那数学老师的答案还没有讲完，这个学生就马上能把它讲出来。为什么？他答案已经很清楚了。这个道理就是这样。那像我们的老师解释好几处可能我们还在那边听不懂因为这里就须菩提，当然他已经听到第14个等，他就一语归去所以或许是让你讲说，我在听到第一定要消文解义，这个文字的段落，你一定要了解它的表象，文字段落在讲什么意思。第二个段落要讲深觉意趣，深入解析这段落里面的意趣，一语归去要挖到里面它真正的第一道选在里边，要不然我们只是了解表象。那所以在这里呢后面两句须菩提世尊，这两句是须菩提讲的如来说人生长大，即非大生，是你大生，这个是感得果报这个得到这个报身的果报感得果报就是大生。